3月22日，賜人生養眾多的主。經上記着說，神就賜福給他們，又對他們說，要生養眾多，遍滿地面。創世記1章28節上。讓我們同來思想經上的話。今日全球正面對人口老化，真是想不到，出生率下降會令到很多方面都出了問題。幼稚園要停辦，小學收生不足，學校要停辦，老師過剩，母嬰院關閉。除了香港，其他國家也同樣出現人口老化嘅問題。這些人口老化問題可以怎樣解決呢？感謝主，因為主是奇妙策士，在他沒有難成的事。心願主嘅智慧能引導人找到合適嘅解決方案，透過市民、政府和社會各界嘅努力，能有效地應對人口老化嘅挑戰，為社會創造一個更有動感和朝氣嘅未來。讓我哋同心禱告。賜人生養眾多嘅主，感謝你將兒女賜予地上作父母嘅，叫我哋嘅生命有延續。但願我哋世世代代認識神，個個敬畏主。主啊，願作父母嘅都喜悅自己嘅孩子，願每一名成年男女都有自己嘅配偶，佢哋都喜悅有自己嘅家庭，喜悅作父母。願每一個人嘅成長都成為父母嘅喜悅。願每一個孩子嘅降生都係一個期待。願主我哋嘅神再次賜福於地上一切嘅人，叫佢哋喺耶和華面前喜樂地生活，有一個豐盛嘅生命。深盼嚟到主面前嘅，唔單止係有充滿智慧嘅長者，更有活潑雀躍嘅年輕人，使到主嘅民不單有靜態嘅，亦都有充滿動感同朝氣嘅。感謝神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，阿門。心靈回響，但願人都懂得敬畏神，靠着主建立蒙福的家庭，有充滿生命力的兒女圍繞身邊，有父母傳遞上帝的真理和能力，如同橄欖樹代代相傳。